用啲只咪只個世間你喺度生一個親人，一個嘅阿爸，一個嘅阿妹，一個錫嘅人，一個兄弟姊妹，攏總未離開一家。但係我嘅聖經講出詩篇記27第10節咁樣講到，雖然一個嘅阿爸阿妹未離開一家，但係上帝接一家，表示乜嘅呢？上帝唔是離開過一家。在以布拉尼13第5節嘅尾樣講到。上帝講法，日令嘅都唔是병hết你，日令嘅都唔是講冇財你，但係乜嘅呢？才是個世間嘅度係個實上帝，是個聖人耶穌基督係一個上帝，佢唔是離開過一家，唔是講要冇財一家，時常一個嘅同財，時常要欠待一家，一個窮嘅人，一個嘅阿爸，一個阿妹，一個嘅姊妹，攏總親戚朋友未離開一家。但係上帝接一家，佢唔是離開過一家，時常甲人家窮下苦，佢甲人家窮下過，歡喜佢甲人家窮下過，平安得勝嘅路，在耶穌名是個得到這個恩典，阿門。